買東西。星期天，爸爸媽媽帶我去超級市場。媽媽買了馬鈴薯、番茄、紅蘿蔔和粟米等蔬菜。我不愛吃紅蘿蔔。媽媽說，媽媽最愛吃紅蘿蔔。吃紅蘿蔔對小孩子的身體好。爸爸看到羊肉、牛肉、雞肉和魚肉，他買了雞肉，因為我們一家最喜歡吃雞肉。我們還看到蘋果、香蕉和草莓。媽媽說草莓有點貴，我們下次再買吧。我問媽媽，我可以要橙嗎？媽媽笑了，說可以。收銀的姨姨問，要膠袋嗎？爸爸說不要了。多少錢？姨姨說一共230元5個。爸爸給了1000元。姨姨找錢給我們。我對姨姨說謝謝，再見。讀一讀。雞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魚肉、蘋果、香蕉、橙、草莓、紅蘿蔔、馬鈴薯、番茄、粟米、膠袋、錢、超級市場。